陀佛，扎西德勒，大家好。今天我在这里想跟各位特别介绍一个，这个大家可以用来学习的一个网络上的一个平台。它可以说是一个网站吧，但是也可以说是在网络上手机里面专门下载的这样的一个软件。然后这个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是这个名字叫做慧灯之光，所以慧就是智慧的慧，灯呢就是这个爆灯的灯，然后就是灯光嘛，慧智慧的灯光。那为什么叫智慧的灯光呢？因为我们要成佛的话呢，就是要唯一的成佛，唯一的解脱的方法呢，就是要使这个清除内在的这个黑暗。所以要内在的黑暗要清除的话呢，就是要亮起光明的智慧了，这是唯一的方法。那这个智慧是不是真的像太阳升起一样的从外面亮起来，照进来，然后就是照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房间？不是这样的，主要是从内心这个要开始升起的。所以这个智慧呢，就有三个智慧，就是闻思修的这个智慧。闻就是天文佛法，思就是思考它的意思，修就是这个实修它的道理，真正的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叫做闻思修。当然没有闻就不可能有思，没有思也不知道怎么修。所以真正的要学习佛法来讲的话呢，闻思修是也就是这个不可缺少的。所以这个闻思的话呢，那我们经常说84000个法门，所以其实这个闻思的法门是太多太多了。尤其是现在我们经常在外面遇到的人碰到的这个时候，朋友们都说，师兄们都说是我想学佛，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怎么开始，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有些可能也许你遇到一个上师，然后你跟他皈依了，你大概也知道就是从皈依开始或者这个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功课，但是你其实还是不知道次第性的真正的修学的具体的这个内容。所以呢，就是很多人也没有办法找到这么的一个长期一直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师父。如果就算有师父，大家也有，每个都，尤其是现在一般的在家的这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呢，天天有各自的这个自己的事业和生活的忙碌和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障碍。所以呢，我们如果要看到84000个法门，或者这个藏传的甘珠尔、汉传的这个大藏经，那就是一生都是没办法完成的事情。那到底有没有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学习佛法的？当然是有的，这个就是上师的这个教言，上师的这个教法。可是以前的话呢，上师的教法大部分都在这口头上说出来的，所以叫口传，或者这种一个口耳相传的这个口诀。但是现在呢，就是也有一个高科技的这种很好的一个条件，也就是网际网络。我们现在有一些录下来的，有一些呢就是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方式了，就是可以透过网际网络可以传播的。所以呢，利用这样网际网络，然后就是也传播本身是一个善巧方便非常好的。可是这个当中也不一定是每个上师都有，语言上也好，思想上也好，各技术上也好，不一定有这个条件和想法的。可是慈正楼主看破就完全不一样了，看不起慈正楼主，他就是不单是有智慧，而且非常有远见，而且他完全能够发现所有的这个现状这些，所以就是
我们该有什么的，尤其是对于这个刚刚学佛的这些大家来说的话呢，第一个呢，他要的什么样的一个内容，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他其实都非常非常清楚的，而且缺的真的是也是系统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内容，而且缺的是什么呢？简单易懂的一个内容，缺的是什么呢？就是拿着手机里面就完全直接看的话，就是整个完整都可以自己学习的一个内容，所以就是看仁波切完全发现了这些种种的我们真正的我们这些学佛人这个要的这个东西了，所以呢，看仁波切呢讲了就是很多关于这个方面的这个内容的部分，现在就是变成这个慧灯之光里面的主要的内容。而且第一个呢，我觉得这个有看仁波切这些里面讲的有几个特点呢，其中我一个呢，觉得看仁波切本身对这个文字的这个部分是文字方面是就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有非常严密的逻辑来，然后就是解释的非常完整的所以呢就是整个的一句的这个每一句的这个内容都有非常严密的这个逻辑和这个一个思想那些思维都是非常客观理性的去解释，所以都是非常就是一法不一任的，然后就是这个完全是按照遵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如意的这个我们去那个如理观察的这个态度去讲的，无论如何反正呢就是看仁波切这个讲的是非常严密的逻辑的去非常严谨的一个态度讲，所以呢有很多自相矛盾的网络上别人就是乱说，有些人只是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就好像这个变成佛陀的意思，就是看仁波切的教言里面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这个事情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次第也非常分明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个为什么叫次第分明呢？因为释迦牟尼佛也就是当初传法的时候有初传、二传、三传，那现在我们学习的时候肯定有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大乘、小乘，有各种，那些也不是什么这个法有高低的，而且这个部分主要是这个人的一些根基成熟的过程，或者我们学习的实际的这种这个佛法这个学习的不同程度来然后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内容，所以呢这个方面看仁波切讲的非常非常的仔细，尤其这个次第非常分明，尤其是一个初学者或者一般的一个人刚刚学还没有真正的进入佛门的时候，最基础上他要知道的佛法的基本的这些渐修性都是从哪一类应该要开始的。第二个呢，你真正的要进入的话呢，你从一直上师、皈依、发心等等，你做无家行也好，你用任何的方式的话呢，你完成基础的这个部分，一些你要树立正确的一个见地，然后就是一个比较这个实际的一个做法这些都看仁波切讲的特别清楚。再加上呢，看仁波切当然呢这个渐修性都不能离开了，所以尤其是的这个见地非常重要，所以也就是这个仙宗里面讲的这个空性正境也好，密法里面讲的清净观也好，所以关于这些方面的内容也看仁波切就是讲的是这个一步一步的在讲，而且主要这里讲的都是用华语这个华人世界的这个学佛的人来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应该是利益的对象了，所以呢看仁波切最高的这个阶段呢，用中文专门也讲了达摩祖师的破相论还有等等这些，还有这个六祖坛经等等，所以呢无论是这个修行的方式也好，修法的这个所修的内容也好，见地也好，各方面呢就是从最基础到讲到最上这个禅宗一个说法叫做这个最上这个最上乘的这个部分都有讲了，所以呢这个部分都非常清楚这个完整。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是牵线移动牵线移动这个特别重要，因为我也其实从小都听这个看仁波切的这个开始长大，也许可以这么说，但是至少我其实也就是17、8岁、8、9岁开始就是真的是听了看仁波切的这个时候的一些录音档，
录音的这个内容，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学习五部大论的时候都听他的开始的，所以他的讲法呢，不是为了这种一个好像一个演讲师啊，在讲什么演讲一样的，这个为了就是要自己要表现的要多好啊，等等，要就是表示他是多学多闻的，没有这样的博学多闻，没有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最主要是什么呢？他完全是种考虑这些听的人他能听懂的一个方式来，然后就是转达他的这个所了解的真正的这个意思。所以呢，看不就本身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里面讲的用中文讲的部分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复杂的这个用词，尤其是这个没有用到文言文，而且一般的一个人。经常的讲，我们看佛经，有些人觉得头痛，现在呢就是很少人非常认真的这个学习，所以呢就是对这种人来讲的话呢，特别是看仁波切的这个慧灯之光的部分呢，就是真的是非常浅显易懂的，所以一般的一个读者来读的时候，其实也是难度是没有那么难的感觉，因为它的用字都是比较用这个生活化、用简单化来就是讲，但是呢，他讲有他的一个方法，用各种比喻，有各种的这个，因为他完全通达了整个的这个五部大论显密彻底的内容的时候，他这些做自己的一个体会和自己的了解，然后用另一个这种我们现在的那种白话文或者这种生活，就是一种我们用我们的语言再重新就是要这个讲出来。所以呢，为什么又是浅显易懂？但是有些浅显易懂可能只有浅显，不一定有这个不是易懂，但是不一定是这个浅显易懂的。怎么说呢？就是它实际上呢，就是它这个一般的浅显易懂和这里的浅显易懂不一样。我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浅显易懂的背后有深入浅出的啊，所以呢，就是它就是真正的这个内容是不是一般的一个内容。但是呢，它就是所表这个如果我们任何人看这个慧灯之光的话，应该不会觉得太难。当然，慧灯之光现在那个电子的那个里面呢，就是除了书籍，除了这个以外，也有很多专业的这个那领域的专门的一些课程。所以呢，这个呢，每个人都可以选。按照自己的根据，但是呢，开仁波切要特别，比如说什么是佛教的见地，什么叫修行，什么叫因果，什么叫12缘起什么叫轮回什么叫解脱这些也就是要做一个佛教徒的，要必须弄清楚的一些基本的很多东西都要要讲清楚的所以这些部分就在这里面讲的特别特别详细。而且呢，另一个这里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里面的内容的资料也从一个资料的学习的一个材料的讲的话呢，确实是非常齐全而且非常多元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有些喜欢看书的人呢，他里面直接下载他的那个电子版的，然后呢就是可以去阅读的。有些有看到这个画面，有这个看仁波切正在讲的那个的话呢，也有里面有非常多的这样的内容。有些呢又没有这个条件，要你一边开车，可能一边要听 OK。也有这个条件的。有些呢没办法这个读到从头到尾，然后要有一个里面的很多的精髓和一些评断，然后就是一步一步学习，也有这个条件。所以呢，这方面就是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看的话，真的是这个内容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的。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应该就是如果这边看到是期刊这边应该能看得到。而且这个里面的一部分我现在看到的是只是慧灯的之光里面的其中一个叫文道文大应该是这样的这个过去今年呢文导的，然后整个的这个应该有一些时候是会有不同版本和一些更新版等等，这个是细节是您自己可以根据你自己下载的条件来看。不过呢，这个至少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慧灯之光这个是就是一直没有变，所以我以前都是直接这样的这个下载过，所以这些都是还有我的手机里面也好都有的，所以我就最近也翻译这个达摩的这个须弥论婆香论那些的时候，也是在 YouTube 上面也看到
慧灯之光的一部分的一些内容呢，直接也就转入在这个慧灯之光这个YouTube 里面。所以看仁波切的很多的这个教学的内容呢，就是从一个记住刚刚要认识佛法的人来讲的话，也非常重要。尤其是看仁波切这个讲的都不是东讲西讲，又非常有系统性的。所以这个系统学习的人来讲的话呢，一开始的如果你的缘起错了，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所以而且另外一个呢，它的一些基础的这些东西呢，不是完全是直接宁玛的传承或某一个上师的教育，整个的一个佛法的角度来讲。所以呢，就是你无论是哪一个传承的追随者，你的有别的上师没有关系，但是你这个用这种方式来，你对佛法的这个了解比较全面的话呢，那就是或者这个至少这个缘起没有被这些各种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破坏的话呢，其实呢，你不一定要马上要读完，不一定要马上懂得，但是呢，对你这个整个的这个佛法修行学习的这个道路上是非常好的一个缘起。我再三的希望呢，大家真的是这个学佛的，而且有些呢要彻底性的自己要学习的话呢，除了你就是一些关键的时候问自己的上师去参加他的一些教学之外，日常你自己的这个看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来一步一步的。然后当然呢，就是我知道像在台湾呢，就是也有专门的这个慧灯之光的这个慧灯禅修班那个禅修班里面呢，他们也就是在一步一步的，就是每一个学生按照这里，这其实是对一个刚刚学佛的人或者要这个系统学佛的人来讲的话呢，它也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课程。这个里面课程里面也许可以包含了这个小学、中学、大学一样的一个级别的这个内容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对大家每个人来讲的话呢很重要。那这相对来讲的话呢，没有像甘珠尔、丹珠尔大藏经那么的庞大的，或者没有要说是你马上要直接学这个入菩萨那个叫什么龙树菩萨的什么中观等等，然后这样的话，大家有些人就觉得可能会太难一头雾水等等。所以我就是讲了半天还是要讲的，你们即使一定要下载自己。还有另外一个，你也可以推荐给其他更多人，其实这个特别重要，因为你推荐的话呢，这就是一个法布施。我们经常讲布施，般若就是六度，但是这个里面的有些布施，现在我们就是非常方便自己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只是不做了。今天我在我的脸书上，比如说这个分享了这个内容或者这个我就是专门就是那个慧灯之光的画面，然后拍给，然后我发在这个WeChat这个那个微信的那个朋友圈。其实看到的人，当然我们的动机特别重要，我希望让更多人有这个机会学习的这个内容，能够成为这个真正的这个学佛有这个佛法上的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了解的一个人。而且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个很多时候呢，就是没有办法遇到善知识真正的，然后这个可能会让你走到很多弯路这样那个都是我们人生是非常短暂的。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我们没有太多的浪费的时间了。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当然大家知道这种一般的这个外面的居士学佛的很多的一些华人那些都是大部分都是不是从小家庭和自己这个从小学佛的这个佛藏传西藏的也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大部分都是30、40、50甚至60岁的时候才开始对佛法有一点兴趣开始接触的。所以呢，这些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浅显易懂、深入浅出又是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来作为自己的一个这个文字的这个对象然后当然是有一些传承上的要求有个别要求的当然有一些部分的你就是透过个别的法、个别的上师，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的背景的我们真正的这个文字呢，当然现在的话呢，就是大部分也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而且我们就是需要有很多的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用的这种正确的这个资讯也要能够大家可以共享的这个方面来讲，看仁波切的这个内容，这个慧灯之光就是第一句吧。阿弥陀佛。